最近有中国来台湾旅客讲是要出差，但是人最后失踪，原对讲的行程拢无影。这一查是假造商务名义来台湾，但是即马虽然讲这涉嫌伪造文书的历史甲业者拢交保啊，但是互人烦恼的是，这消失的中国客走去倒位啊咧？穿青色的外衫，看到摄影机就随头咧咧。伊是单身律师，洪亚出协助中国人用假文件来台湾，先后用8万交保。不是很重要的人，不用排。挂嘴暗豆豆行出北检，涉案的李姓旅游业者30万交保。有建设公司赖姓负责人嘛是8万交保。大阵的游客逛行李来来去去，有的是来佚佗，有的是来出场。移民署真正发现有中国人用商务的名义来台，不过掌握袂到行踪，连行程拢对袂到，拢是透过共一间旅行社就顺线追查。但是律师先成立移民顾问公司，甲特组做伙替中国人无后牵线，搁互赖姓兄妹来伪造假的合约，甲在职证明。若你是旅行社业者，是负责代办签证等事务，因为中国人袂使用个人的名义来台湾观光，才会人高软装用商务名义协助中国人来台。检调彰高律师事务所、移民顾问公司、旅行社等所在敲找，各局谈5个涉案人员，查落才发现因的分工真有，乱是业者的小妹用10万交保，但是律师的特组用50万交保，这个人的行为毋但是涉及伪造文书，恐惊佫较是严重影响国安问题。行踪不明的中国人到底人伫倒位？检警嘛会继续查清佫较侪细节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